这星斗聚法丹是上品灵丹，现在我终于将这灵丹的所有药力完全吸收。我现在的法力，只怕能够力挽白马。你现在的法力凝聚不散，距离神通二重真气境更近了一步。这是羽化门召集内门弟子的钟声。山河榜大赛终于要开始了。你用阎罗金身中的封印大法，再配合隐匿符，即便是长生秘境1重的高手，也察觉不到你升到了神通秘境。好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这钟声是干嘛的？这是山河榜大赛开始的钟声。你随我前去，记住，不要离开我的视线。相府院到了，你还别说，我有点紧张。红夷郡主，你居然还活着！你也配提红夷？几月不见，方师弟可是越来越狂妄了。叶师兄，等不及了，想和我较量一下？希望方师弟能顺利晋级。山河榜上，你我再好好切磋切磋。你好歹也是魔帝传人，就这样任人羞辱？那你说我该如何处理？我要是你，就把这些废物全杀了。这里是羽化山，不是地底魔族。用魔道的手段来解决仙门之事，只会众叛亲离，不得好死。那个红夷郡主是谁？有些事你不需要知道。看来这天地异象，乃本门大难刻意为之。
上面大狮群咬了。这山河院被掌门封印，只有山河大比才会启用。哦。 嘉兰师姐，龙轩师姐，方寒，好久不见。嘉兰师姐，我先去准备了。好，期待你在比赛中一鸣惊人。 山河榜共分16个擂台，各位弟子一一对决，胜者进，败者退，最终决出16人进入到山河榜大比。望各位弟子全力以赴，仙道争锋，有进无退。 这小子一直说南天师兄是送什么不知名的法宝。第一场，方寒对战殷世海。方寒，你要加油哦！ 一定要打败他！好。这些羽化门的弟子太弱了，绝不是方寒的一合之敌。我该怎么将交付黄泉图的消息传回宗门啊？ 唉，只能再找机会了。阎罗金身的封印大法，还有冶炼制的隐匿符，果然有作用。看来没有人能看破我的真实实力。你就是那个顶撞华师兄、自不量力的方寒。不错，就是我。我是殷世海。听说你暴打了袁剑空一顿，但失去了银蛇剑的袁剑空只是废物一个。 如今你没有七煞葫芦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些什么手段。我今天就代替华师兄教训教训你，让你知道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。我这口飞剑叫做坤玉，内设灵阵，剑力玄魂，是我得道奇遇在上古大山昆吾山中到底打不打？炼气哪儿那么多废话？28匹玄黄马都拉他不。哼，无知狂徒，你死吧！杖、隐秘符。这物真讨厌，我都看不到方寒了。像灵巫杖这种法符，可以在方圆几里内发出茫茫大雾，再配合隐藏身形的隐秘符，这殷世海倒是有些手段。 方
这殷世海发动的隐匿符，居然连自己的飞剑都一起隐藏，比起一般的隐匿符，倒是高明了一些。哼，方寒，你一定会被淘汰的。有点意思。小子，这次你绝对躲不开了！起！这是什么法术？看起来太帅了！都有力气，这怎么打？青莲罗网，天地浩气。他在山河榜上走不远。方寒获胜。方寒师兄，那叶南天最近又上了万罗峰，借来了万罗师兄的法宝罗生门。罗生门？不错。这罗生门乃是宝器，威力极大，传说没人见过这件法宝的能力，因为见过的人都死了。方寒师兄不可不防啊！而且那万罗也赐给了方清微，一件新的法宝。哼，倘若自己本身实力不济，纵然有再强大的法宝，又有何用？方师兄所言极是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啊，是。罗生门有意思。各位弟子龙争虎斗，门派都看在眼中。如今8强已经决出，各位将要向山河榜榜首发起冲击，望各位不留余力，先到争锋。方寒对战尔聪。
赛开始。我认输。方寒获胜。尔聪在搞什么鬼？他是不是故意输给方寒的？你到底是方寒的人，还是我们的人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叶师兄被人挖墙角，他们真的跟了方寒。闭嘴！方寒，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哼！好手段呀！众目睽睽之下，让叶南天颜面扫地。权术小道不值一提，主要是为了给叶南天一个教训。哎，姑娘哪里话呀？啊，方寒师兄义薄云天，气冲霄汉，而那叶南天树木寸光，气量狭窄，那比起方寒师兄，那真是萤火比月光。行了行了，闭嘴吧。方寒师兄但有差遣，我兄弟二人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好了，你们俩做得不错，我日后不会亏待你们的。多谢方寒师兄。下一场，方寒、叶南天。哇，跟叶师兄上了！这方寒还敢上，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，有人现眼！方寒，倒是我小看你了，能够叫尔聪慕名为你效力，看来你还有些手段。不过，也就到此为止了。擂台之上还是要看实力，我就让你3招，让你见识见识你我之间的差距。比赛开始。出招吧，方师弟！又一件魔道灵气，冰杀魔刀！你不是要让我3招吗？怎么不让了？呸！华师兄刚收了7煞葫芦，又拿出一件魔道法宝，又是一件魔道法宝。这方寒，又一件魔道法宝，魔道邪祟，说整个紫莲峰都和魔道有关。胡说八道什么？你真是魔根深重！我今天替华师兄教训教训你。方寒加油啊！
神剑，五洲斩！方寒这小子手段倒是层出不穷啊！方寒，既如此，休怪我！生门开！罗生门。师兄的罗生门，万罗师兄就是用它击杀了大天魔王。这罗生门有移形换影、收摄灵气、擒拿敌人的无上功效啊！没想到叶师兄能记到这样的法宝。方寒，罗生门本来是为龙轩准备的，逼我用出这招，足以自傲了。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。罗生鬼手，方寒，这罗生门威力巨大，我也不能自如操控，怪不得我了。收！这罗生门内自成一界，不想死就快快认输，我便饶了你。叶师兄，继续用力啊！有骨气，方寒。那我就将你送入这罗生门内，神形俱灭吧！什么？你废话可真多。动不了！不可思议了！叶南天，擂台之上，确实要看实力。不可能！我就让你见识见识。难道他？你我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？神通秘境，真的是神通秘境啊！这可是神通秘境啊！有他叶南天认输算了。哎，果然有罗生门在，身后尚未可知啊。这方寒入门才多久，便能突破到神通秘境，说是奇迹也不为过。实在是我羽化门的幸事，幸事啊！怎么样，凌霄？你想要我的银河手链，只怕是不成了。罗生门威能无穷，依靠这件宝器，叶南天也未必没有一战之力。
罗生门擅长缠斗，在困人方面尤为擅长，而方寒刚刚升入神通秘境，结果尚未可知。叶南天依靠2件宝器就敢大言不惭，让我3招。你以为你是谁？我今天就让你知道我们2个之间的差距多么巨大！方寒，我与你不共戴天！师兄在燃烧精血，他不认命了吗？我生万家！消耗寿元驱动法宝，这难道不是你们口中的魔道行径？别费力气了！神通秘境又如何？在这罗生幻境中，你必这罗生幻境，就得面对自己的恶念化身。打破自己的幻身，你就别想出去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在这幻境当中，恶念却是不死之身。这怪物不可力敌，看来要亲自先进攻。这是……我没看错吧？这也……痕迹消失了，这怪物怎么还在？胜负还未分呢。叶南天师兄还是输了，方寒肯定山河榜第1了。唉，可惜呀，连罗生门都对付不了他呀。
叶南天，我说过，你会后悔。现在只要你开口认输，我便放过你。让我向你低头？你做梦！看来这山河榜上有所伤亡，也是在所难免的。来呀！方寒，你今日赢了我，又如何？还不是只能苟活10年啊！10年之后，我要亲眼看着你万劫不复！同门之间没必要生死相搏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叶南天我带走了，此事就此告一段落。方寒，你身为神通高手，心胸要宽广一些。好的，万罗师兄。甚好。本场比赛，方寒胜。这方寒果然有些嚣张的资本。哎呀，该早日结交方寒师兄的。接下来是本次山河榜大赛最后一场比赛，方寒、龙轩入场。方寒，恭喜你踏入了神通秘境，从此之后逍遥自在，前途一片光明。龙轩，我已晋升神通秘境，你确定还要跟我打吗？叶南天用罗生门都不是你的对手，按照道理，我应该知难而退。不过，我距离神通秘境只差最后一丝火候。阴阳万寿丹可以让我立刻踏入神通秘境，是我必得之物。而且，我也想试试自己与神通秘境到底有多大差距。好，那便得罪了。真是好手段，在困人这一方面，他叶南天的罗生门也达不到这样的效果。那是叶南天实力低温，发挥不出法宝本身1/10之2的水准。出！同学，精神凝练，最多3年就能突破神通秘境。不用等3年，我只要能胜利，得到阴阳万寿丹，立刻就会升入神通秘境。所以，得罪了。你这冰涛阵，困不住我。不必困住你，只要能消耗你的法
实力，我早已被你击败。但你现在被我冰山镇压，就休想出来了。倒也未必。你想收缩法力，然后猛地爆发，炸开冰墙。即便这样出来，你也是法力所剩无几，如何再战？我这困海金箍擅长追踪困人，你已经被他锁定，跑不了了。血天狼，你现在法力匮乏，没有胜算。就是我差了一招。我认输。输了，对方可是神通秘境的。本场比试，方寒获胜。力败如龙了，可惜终究还是。方寒，若我再坚持半刻，恐怕就是你的法力先彻底枯竭了。真的吗？这是法晶玉石。我有法晶玉石，法力是消耗不完的。你技高一筹，又准备周全，帮手实至名归。方寒，你到山河榜前面来。见过掌教至尊，见过长老。阴阳万寿丹是我羽化门无上灵药，服用下去能够强化生命，增加你10个甲子的寿元。方寒，弟子在。神通一欠，天人之隔，难得你在短短10日便突破神通秘境，不错，很是不错。稍后便前往掌教殿吧。是。今日的结果，本座甚是欣慰。众弟子自当勤勉，光大我羽化门道法，护佑这方天地。谨遵掌教法旨，恭送掌教。